果地蒙鸟荣，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晨好呢，早晨朋友沟通，一种拿子固定人站，胸插鸟荣。2009文山苗学会春暖苗山文艺晚会现在开始。文山镇梦学会奥查林家乡，跟腾老人头南肯腾。光临我们今天文艺晚会的领导有：周委常委、周委宣传部部长熊荣元，州人大副主任孙天竺，州人大副主任马正新，州政府副州长张秀兰，州政协巡视员杨国顺。今天光临我们晚会的还有文山城区的退休厅级苗族老领导和州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杨廷友、州委宣传部、州民政局、州民委、州文化局、州广播电视局、州教育局、州社科联、文山日报社、文山人民广播电台、文山电视台的有关领导，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多次问不得再讨你们。另外要告诉大家的是，光临我们今天晚会的还有州壮学会、州瑶学会、州彝学会、州蒙古族学会、州傣学会、伊斯兰教协会的领导，欢迎他们。同时呢，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了红河州苗学会以及平边县苗学会的有关领导，掌声欢迎他们。我们今天的晚会得到了京城房地产的大力协助，在这里我们也感谢他们。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邀请中共文山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熊荣元讲话，有请。多次问不得再讨。把固定梦的朋友规划，大家要上。梦呢，被梦学会记住被国家改革开放100周年的光辉的日子，落基本被梦了熊那的迎春文艺晚会。然后呢，我要代表州委、州人民政府。向全州各处人民，向全州老桥北湾的各地们，北路上，祝大家要要插了一胸，挖到脑，挖到后，男子团结，家庭和谐。被熊呢，全州经济社会。被又起到了差的成绩，各项经济指标被要提升，要全国被的各种指标的政府都是杀脱全国提升，所以呢，被要呢被一种形式呢，若纪念被国家改革开放100周年，若祝贺被熊呢。被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荣的成绩，我希望被的各地们要认真工作，认真生产，要被迈向小康社会的进程当中，通过被自己的勤奋努力，路脚全国提升，迈向小康社会的进程。希望被各地们。要紧紧的团结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州委
要走为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北路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化掌管，认真窝上工作，认真窝到脑后。最后呢，祝毛南路晚会我都成功，祝北的兄弟们新年我到脑我到后的步永远都荣山，的肉永远都漂漂亮亮了。我到这里走了。那熊容蛋就容他，熊肉蛋头做熊茶。鸟毛南，别的兄弟们长绕鸟话给，鸟在那里找破蛋弱差营养，团团杂烂少给生，领导一种错人好怒好主，他朋友给了呢，刚杀老的鸟头引导容诺鸟。春满人间百花吐艳，福临大地四季长安。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喜庆气氛当中，我们文山州各族儿女告别了2008，迎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009。今天晚上，我们欢聚一堂，相聚在这里，共度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北九兄党的改革开放的树立印度脚茶，传书少着被中国错路对去，那传书少着被板头的错路绕梦，叫别的兄弟们呢，我都路能干人才。河南别的兄弟们，兰州错还能艺术的同沙共主，多得有人抽制被蒙路容能找到干。30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我们文山州的苗族同胞也和全国人民一道，充满了激情，昂首阔步，迈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中的新征程。你忙那呢？端着杯多次我给抽金亭老热的么？文山州梦秀会。还么红河州平滨县的蒙秀会的叫兄弟们，你们让拖着背的兄弟们路容能，那也看作蒙对蒙切鸟大多。今天晚上的文艺晚会呢，是由文山州苗学会、红河州平边县的苗学会将以春满苗山为主题，给我们带来一场异彩纷呈的文艺晚会。那么，首先要由文山州苗学会给我们带来一组舞蹈节目《苗山春风》。
Thank